我不用管人数，我就开始了哈。我们像前一次的课程没有讲完，但是我们还是先复习一下哈。我们前一次的课程是讲 OM 型的哈，就是加中缀的字根，然后会变成动词的这个哈。我先把这个我们待会要使用的字根再贴上去哈。好，我贴了12个哈。那这个字根上次也都有使用过哈。我们阿美族中缀的字根比较少，那但是如果你有发现还有的话，也可以自己找哦。好，我再重新说明一下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表格哈。那如果有的人，如果你是使用手机，你就可以用手指去放大缩小哈。用手机的话，好，我们开始哈。我在这里我所使用的这个字根呢，就是感恩吃。好，如果加中缀呢，就古曼，它会变成一个动词哈。那古曼恩变成一个吃的一个动词，如果我要变成祈使句，我们要加一个前缀，对不对？古曼恩，古曼恩就是要吃，这是祈使句哈。古曼恩，那我们使用这个古曼恩当做我们待会要做变化、要造句的这个主要的字根哈。它这个字根嘎古曼恩，我们当做字根。那如果这个嘎古曼恩加前缀呢？哈，我讲的快一点哈。巴嘎古曼恩就是让谁吃使谁吃，这萨嘎古曼恩就是吃的工具、方法或者是原因。那如果是古曼恩嘎古曼恩加后缀呢，只有一种，嘎古曼难就是吃的时间、地点。好，嘎古曼难吃的时间或地点。好，那如果是古曼恩前缀后缀呢，也只有一种，这个古曼难就想要吃想吃。好，好，我们再看这个蓝色的部分，应该有看到哈。如果古曼恩直接加后缀呢，哦，古曼恩直接加后缀哦，不使用嘎古曼恩啊，就是古曼恩直接加后缀，也只有一种，有可能就是 ay 哈，古曼奈就吃东西的人，吃的人哈。好，这个古曼恩下面还有一个蓝色的哈，这个，那它不使用这个中缀，就是感恩加一个 en 感恩，就是吃，它这个感觉感恩跟嘎古曼恩它其实是很像哦，很像。那在使用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古曼恩就是要吃，那感恩就是吃，两个在语境上是差不多的了。那也有在轻重或者是态度上的不一样哦。古曼有点像在命令哦，那感恩就有一点像请求式的这样子哈。我们大概先这样理解。那如果在句子上，我们在待会造句的时候有不一样的翻法，我们再来说。好，我们上次讲到，我们是讲到第6句，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句型7哈，句型7，我看因为好像有人进来了，我再贴一次那个字根，好，好，我来念这个句型7，好，好，我这边呢，我先写这个
等一下哦，我是不是漏讲？我先确认一下有没有漏掉。那个句型1到6都是使用那个 gakuman。那还有另外一种哈、哦，就是我们不使用中缀，就是 om 这个不加，那直接就是感恩这个加前缀或加后缀哈、哦。我们来看一下哈、哦，这3个，如果使用感恩加前缀呢，米感恩、米感恩南、米感恩南前哦，米安后缀，米感是所吃的东西，所吃的。那另外一种呢，马哦，马感奈就是被吃的东西，这个东西是被我吃的东西哈，马感奈妈加 ay 哈。那第3种呢，嘎嘎恩嘎嘎恩嫩嘎嘎恩嫩啊，也嘎嘎恩嫩啊，将要吃的东西哈。那我这边有写哈，这个嘎就是重复这个嘎恩的这个前面子音哈，所以待会儿如果你使用的字根不管是哪一种子音，只要重复那一个子音就好了，因为这边是 k 嘛，嘎个，所以就重复 k，然后加母音嘎，嘎嘎嫩，嘎嘎嫩就重复子音哈，前后缀。所以嘎恩的话，在使用上，使用前缀后缀的话，就有3种，这3种所吃的、被吃的、将要吃的哈。好，那我们就来看例句哈。我们再看句型7，感嫩这个还记得吗？我刚刚有讲了，感嫩这是祈使句，就是吃的意思哈。感嫩努马库古拉阿弟弟，感嫩努马库古拉阿弟弟，古拉阿弟弟那个猪肉哈，弟弟那块猪肉要被我吃，感嫩哈，要吃哈，要被我吃。好，这个也很简单哈，我再给各位看一下哈。这个前面这个哈，如果只加一个后缀加 en 哦，感恩，它其实也是个祈使句哈，跟这个 gakuman 是很在使用上是非常类似的哈。好，现在我们来使用句型7，我们来练习造句哈。那字根我已经放上去了哈，那我们就请我们线上所有的老师同学哈，提供一下句子。或者是练习来写句子哈。感恩努马古古拉弟弟，古拉弟弟就是那块猪肉被我吃。好，练习哈，我们线上有10位，慢慢写哦。那我今天就不敢了，之前因为内容比较多一点，想说用赶的。那今天我们就不敢，我们就慢慢写。然后我们既然上线了哈，我们就练习看看。把你的，我先说明一下，这个写这个句子哈，主要就是希望说你实践一下，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理解。那如果不理解，我们来研究一下，因为我们线上其实还有几位老师啊，也都蛮厉害的，所以我们来讨论，正确性，或是说正确度高不高这样子。句型7，可能努马古古拉弟弟，那你要使用不同的字根哈。我贴了12个字根。
有没有例句？我这边这边其实有想到一个问题，但是我还是待会再来做说明哈，看看我们写的例句会不会跟我想的是一样的。老师，是，请问一下，刚刚那些字根有一些单字我们不太了解，可不可以说明一下那些单字的含义？谢谢。好，感恩好，第一个哈，编号一，感恩就是吃嘛，这个我已经用了，你要使用也可以哈。第二个拉哈，拉哈也是生长，那它有一点像延长的意思，像那个姆拉哈，加重罪的话变成鲁马哈哦。诶，我这个记得我上次有讲了，好，没关系。第二个拉哈哦，是成长的意思哦。那一般讲会是比较多的时候是讲那个植物，或是像那个藤类的，它的那个触角会一直长嘛，或者是芽在生长，我们就讲拉哈。那这个中缀是加在 L 后面。我们上次我记得有讲，都是在第一个子音后面加 om，如果是加中缀的话，所以它念法就是姆拉哈。然后第三个 luas，luas 就是起来。那如果加中缀呢，也是在第一个子音后面 lu 有没有 lumuas，不是在 o 后面，而是 l 的后面，第一个子音后面 lumuas 加中缀。第四个 rep rep 就是停止，这个我常常讲，就是叫别人闭嘴，所以有时候是停止说话了。那中文简单讲就是闭嘴，所以它是停止哦。加东缀的话就是子音后面 d u m r 这样子哈，停止。大概走路，我突然忘了哈。六哦，我先说一下这个六七六七八，我们先跳过哦。入户，入户是那个弯腰哈，就是屈背屈，那个中文怎么讲？弯腰啦，入户就是身体弯起来这样子哦。那加中缀叫 R 的后面入户这样子哦，弯腰的意思。第十这个也是 sawas，这个没有，第十这个没有。哎，怎么会那么多？第十这个没有哈，sera 这个怎么会多这个？好，我先说一下哈，六七八，然后11，先不要，然后12就是当一就是哭，加重缀叫 dumangit 这样子哈。好，这样可以吗？我大概这样解说，所以六七八11这个有一点问题哦。我们先来确认，那你先把我刚刚
有解释到的，你先来使用。现在大家可能手边不方便那还没有例句来。好，那个谢谢，刚刚是高宇提供的意见嘛，谢谢你。那这样解说可以吗？很好，谢谢老师。不会。好，我们一样句型期没关系，慢慢写不敢。如果我们线上的老师对于我刚刚提供的字根6、7、8、10、11这个有确认意思的，或是确认它是中缀词的，跟我说一下那我这里我也先确认一下。好，有没有人写例句啊？那我们现在那个7、8、9、10，这个已经都，因为我们写中缀的例句是1、2、3、4、5、6了，那7、8、9、10就不是中缀的例句只要写那都是不加中缀的使用的方法。那有4个嘛，一个是只有加后缀的，就是句型期加 en，然后剩下3个都是前缀加前缀加后缀好，没有对不对？那我自己也提供一个例句好了。我用那个好，那个字根是 delep 就是停止嘛如果是用句型器的话，比如说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理解啊？没关系，我们就继续哈。刚刚 Alex 提供的那个例句，说后问就是弯腰哈，是第9个。然后 N 努马库阿米祖马里鲁玛。好，还有吗？还有没有人可以提供句型、例句啊、造句？好，那个字我再重贴一次哈，因为刚刚那个其实我不是很确认它是中缀的。好，变成只有1、2、3、4、5、6、7个，各位可以使用。好，那我们就也不拖了啦，我们就进入到句型8哈。弟弟，我们感恩你个造。好，接着你就要把这个，我在想，中缀的字根应该是很难找得到，大概可能就是这几个。我自己能够确认的是这7个了。我刚刚删掉的那几个，我不是很确认，所以我就先删了。那因为我们今天的那个找的字根就是中缀型的，所以只有这几个可以放进去哈。如果我来问那个 Alex 啊，如果你一样用一样的字根，就变成 mi roho an，你画一下脑筋哈，看看你能造出一个什么字哈。roho 是弯腰嘛，如果是 mi roho an，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造成句子啊，想想看。
句哈，慢慢写吧，我就不敢了。我把我刚刚说的，我再写上去哈。好，我们线上老师，你看看啊，我这边有写一个 daerah ludok， 那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个一那个地方副词那个一把它去掉，这边前面加一个达拉鲁多哈，我把它区分出来，这样子哈，前面达拉就没有一了哈，鲁多，这个可能也是各个部落的习惯用语吧。好，它没有所谓对或不对哈，我认为是部落的习惯用语不同哦，就会把它省略了。因为口语化可能比较很少讲带拉一路都会，我们部落是很少这样的，直接是达鲁多达拉乌嘛，就会变成这样子。好，我们一样继续哦，继续句型吧。弟弟古米干那你个造，使用这个句型哈、哦、来造句。那使用的是中缀。好，我们请 Alex 来念的例句。我试试看哦。那个灯你个造古拉拉兰。罗霍安啊，吉达能爱你个造。我来念念看哈。那个灯个造古拉拉兰，努尼拉尼亚，努尼拉尼亚。那个灯你个造古拉拉兰，努尼拉。前面这个，前面这个我觉得没问题哦。那个灯你个造古拉拉兰。努尼拉尼亚。哎，我想请线上老师来提供想法哈，看看这样对不对哈？如果翻成嘎造要走他自己的路哈，嘎嘎登尼嘎造拉拉兰他自己的路，努尼拉尼亚，后面看那个适不适合哈？然后第二个，吉达棒，古米尔胡安啊，吉达能爱尼嘎造。前面前面可能是要用乌哦，乌大棒就是是上帝嘛。好，首格要用乌哦，大棒。那如果是像如果是妈妈呢？嘎造的妈妈，我想应该是用乌吧。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把那个上帝改成妈妈，
嘿，你看啊，哦，好，不是我举个例子哈，好，好，如果我说你的中文发音那嘿，个智者是妈妈，你会怎么改？智者是妈妈哦，嗯，就是就是母亲嘛，维那，伊娜。维那古米罗霍安啊，吉达能埃，那你看哦，伊嗯，娜就变成不一定是你妈妈嘛。对，就不是我妈妈了，如果对，吉娜呢？吉那是我自己的妈妈，只是你的中文翻译会不一样，就是你所表达的可能是母亲，那一个是我妈妈嘛。维娜，哦，我是吉娜，都是可以用的。但是你的这里，上帝打棒可能会使用乌会比较适合。哦，古好好，打棒对，乌米罗胡安啊，吉达能爱，达能爱你个造，嗯，打棒古米罗胡安啊。大能耐。好，我们来我们现在老师哈，我们来看那个 Alex 所写的例句哈，有2句，试试看哈，然后帮我确认一下，看看行不行。像这个第2句，是打邦古米罗胡安尼嘎造，我先把这个吉达能爱哈，我先去掉看看，你看，打邦古米罗胡安尼嘎造，这个就没什么问题。打造所弯腰，弯腰一般我们可能讲这是敬拜嘛。打造所敬拜的、所弯腰的是上帝。那现在 Alex 他又加了一个，就是所弯腰的那个上帝呢，他是一个智者哦。我们从中文来翻，看看怎么样翻会比较好。打造所弯腰的智者是上帝。当古米罗胡安尼嘎造啊，能爱，还是说米罗胡安啊，去单能爱尼嘎造？嗯。嗯，我觉得 Alex 你提供的例句还蛮好的哈。我们我们线上哈，我看一下，看是哪几个老师在线上。哦，诶，哪个老师？我来请教一下。那个 Alex，你帮我看一下 Alex 他这个句子，看看行不行得通哈。第一句、第二句，我们先来请那个好了，高宇来念你的例句哈。一个是上帝，一个是智者。我打棒阿多，打能看它是2个。那可是
所以如果你是要解释刚刚 Alex 所讲的那个中文的话，具有智慧的上帝 ，Go Miroho Ani Gazao 这样子。哦，好，我改哦。对对对。哦，这样不错，谢谢。对，这样就还是指的是一个人，不是指两个。那高语的是指阿杜会变成两个。所以我刚刚的翻译我再重说哈。有一单两个阿达邦，我米罗胡安尼嘎造会变成这样子。好，来先谢谢那个高宇跟 Alex 所提供的句子哈。以前的，因为这个已经很现代的这种话，这个是很现代的话，所以我们以前也都不会这样讲话。那因为这是蛮现代的词语，所以这样做练习，我觉得还蛮好的。好，谢谢 Alex。哎，那 Alex 再请你念那个你的修正版，可以吗？はい、有一单两个阿达邦，古米罗霍安尼嘎造，嘎造所弯腰敬拜的对象是上帝。好，谢谢。好，我们再继续往下走，好不好？那如果说我们当中的老师或学员哈，如果你还在继续学，没关系，你学好了你就一直贴上来，不管我讲到第几个，反正你学好你就贴上，我们再重复讲就好了。好，句型9，我来念。Utitiku makaanay ni Kasaw. Utitiku makaanay ni Kasaw. 好，makaanay 被吃的哈。Utitiku makaanay 被吃的是猪肉。好，Utitiku makaanay 被吃的是猪肉，那被谁吃呢？makaanay ni Kasaw。所以中文翻译怎么办呢？被嘎造吃的是猪肉哈。makaanay ni Kasaw 是被嘎造吃的。五弟弟是猪肉，这样子好。好，这个跟刚刚在句型7的时候，我讲说马嘎恩努马古古拉弟弟哦，如果我要从这个中文翻成主语哦，那块猪肉要被我吃，我会这样翻：马嘎恩努马古古拉弟弟，我会这样翻哦。那为什么？我该重讲，就是为什么我要写背哦？因为从我们阿美语翻中文的这个，我们自己规定的啦，就是阿美语翻中文的这个翻法哦，我们都从后面翻嘛。古拉弟弟那块猪肉都没有办法去，那个解释感恩哦。所以我刚刚说，我比较好的中文翻译就是可能是这样子，那块猪肉我吃了，可能是这样子。那这个因为有一个背哦，有一个背会影响背哦。马嘎恩奈它就明确被吃的马嘎恩有没有？我刚刚讲是马嘎恩，马嘎恩奈加一个 ay，马嘎恩奈是被吃的什么东西哦？被吃的米，把奈 dipos flat 哦，那被吃的肉呢？猪肉弟弟古马嘎奈，被谁吃呢？你嘎造后面加个你嘎造。
弟弟古马干奈尼嘎造，被嘎造吃的是猪肉，这样子啊。好，我们来试试看句型9啊。好，我们请我们线上的老师同学不要吝啬哈。如果你有时间方便的话，就写一下句子，提供一下，那让我们也学习了。我从以前哈，从我一开始上课，就是一开始在上这些课的时候，我就很印象很深的那个 Alex， 他提供了很多句子，就是我们平常很少讲到的句子。他的那个提供的句子都很现代，就是现代人会去讲的话啊，然后有时候会很难翻成主语哦。我也给我蛮多的想法。好，那就请高宇跟 Alex 继续加油努力吧，提供一些想法给我们。句型9，弟弟古马干奈尼嘎造。好，林静观，好，静观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大都更马拉哈塞尼西固，被西固种的是大都更。好，谢谢。大都更。哎，静观你是哪里的雅群？海岸。海岸。那个大都更，你们那边是念大都更吗？还是大都更？有没有鼻音吗？所以你们没有这个音哈？好像有鼻音。如果有的话，那你就要写 EM， 对，大都更这样，大都更。马拉哈塞尼西固拉哈斯马拉哈斯。我来想一下，拉哈斯，我先确认一下啊。拉哈斯，好，我刚查一下这个蔡宗涵这边的这个拉哈斯哦，我刚刚是解释是说成长嘛哈，或者是延伸，那他这边是有写培育，那其实也是种的意思啦，所以静观这边写的句子就没有问题。被洗固种的是大都更，哎，静观，你看我写的啊，你看大都更这样子。哦。OK， 那我像这个，如果你这样写的话，会变成它的念法会变成大都更，大都更，这样。它有闭嘴，大都更有闭起来，大都更，那个 n 跟都没有闭，都没有那个没有嘴巴没有闭起来。对。好，谢谢老师。好，谢谢静观。好，那个打造凯明的，我来，凯明老师的帮他念哦。Unilalan ko marakatay ni Panay. Unilalan ko marakatay ni Panay. 好，那个凯明老师应该是笔误哈，应该是把奈了哈。被把奈走过的是这条路，好，应该是这样哈。被把奈走过的是这条路。Unilalan ku marakatay ni Panay。被把奈，因为他写把奈嘛，那就是把奈。被把奈走过的是这条路。好，谢谢凯明老师。
那我们再请静观你来念一下你的修正版好吗？好。U Tatukem Ku Malahasai Nishiku。好，谢谢。好，因为现在时间51分哈，我们还是按时间来作息哈。我们先休息10分钟，我们8:01再回来。好，8:01啊，休息10分钟。好，有新的那个吗？好，拿到老师有提供一个修正哦。这个好，我想先问一下拿告老师哈，这个是修正版，还是说你跟凯明老师写到重复了？好，拿告翠英老师他这边写的句子是修对，正吗？来，对我这不是你那个显示，你注意听那个什么马拉嘎带跟马拉嘎蛋，米拉嘎蛋这个部分你要稍微解释一下，要不然的话会不太清楚哦。呀，好，米拉嘎米拉嘎带跟米拉嘎蛋，你那好，边看一下。那个我们来看这个哈，句型8跟9这边有一个要小心一点哈，尤其像初学的要看一下。我先来讲那个句型8哈，这边讲是我现在使用的字根是感恩哈，然后加前缀米干难是所吃的什么东西哈，所吃的菜，米干难阿沙登所吃的肉，米干难阿弟弟这样哈，所吃的哦。那句型9呢？这个例子是马干难是被谁吃的？就被吃的什么东西？哦，马，反正你这样记哈，马就是被吃哈，马干就是被吃，马干奈就是被吃的什么这样子哈，马干恩是被吃，米干恩是吃哦，所以加一个 an 后缀，米干难就是所吃的什么，所吃的哈，所以它两个会不一样哈，跟米干奈又不一样哈。米干奈正在吃的人可以不一样啊。那我们先用我现在所提供的这个8跟9哈，米干难，米前缀，按后缀，所吃的，米干奈被吃的什么东西哈？被吃的马干奈，马干奈你嘎造是被嘎造吃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就是放在前面，有沙灯，有咖西，有公啊，有哈哈，有马嘎恩奈尼嘎造被嘎造吃的。好，可是我这样解释分别一下可以吗？应该不会搞混了。很多人其实这个很多学生会搞混，老师可以吗？我这边有看到，Alex 有做一个，这个是修正哦，不是，他加了一个东西，更完整的句子哦。哎，那我请那个 Alex 你来念一下你所提供的这个比较完整的句子。我这是参考句型9的方式写的。有一能爱阿达邦古马罗火埃尼嘎造多罗米亚米亚，每天被嘎造弯腰敬拜的对象是智者上帝。
这样是完全正确。好，这个吉达那个就是有智慧嘛，具有智慧的王。如果说硬要完整的翻译哈，就是我吉达那个就是有智慧的谁，就是达棒。达棒我们是在宗教里面，我们都讲上帝了，在圣经里面它也是翻成达棒。是，那我们一般我们在使用，有时候会讲一个，如果讲团体的话，团体的那个带领者，我们也会讲达棒，就是说他有一些权利。那或者是行政机关的最高首长，也可以讲达棒。哦，部落也会讲达棒，达棒诺尼亚拉，我们在部落也会这样讲哦，就是讲的就是说，头目之类的哦，就是部落的带领者啦，最高最有权力的那个。那是不是头目我也不知道，因为头目在部落的权力好像也没那么大。反正意思呢，就是说最高位的那一个。那在教会里面就是讲上帝。好，那谢谢 Alex， 也谢谢拿告老师的提醒哦。那你感恩嘛，感恩这个很容易搞混哦，所以这个初学的要小心一点。好，我们继续好了。好，一样，那个你还没写完的继续写，那我就继续讲，然后你直接贴出来，我再回头讲。好，句型10，我弟弟哦，嘎嘎恩嫩你嘎造，好，嘎嘎恩嫩将要吃的哈，那我再回头一下哈，把这个好看一下这边哈，字根感恩嘛啊，我们不加中缀，这个感恩它是中缀的字形哈，中缀型的。那如果说不加 om 呢，加前后这个嘎嘎嘎恩嫩，好，重复第一个子音哈，因为这感恩第一个子音是 k， 所以我们就重复在前面重复一个，加一个 k， 有个感恩就将要吃的哦，所以你要看你的字根是什么，你再重复它的子音就好了。好，我举个例子哈，如果是走路呢，拉卡就变成拉拉卡顿，哈，乞丐呢，你就重复那个前面的子音就好了。好，中文翻译，嘎造将要吃的是猪肉哦，我弟弟咕嘎嘎嫩你嘎造哦。好，我们今天主要前半段主要讲的就是这个中缀型的字根，如果不加中缀，不加词缀的时候，然后加前缀后缀这样子，这3种，你感嫩、不感耐、不感嫩哦，这3种可以使用哦，最常使用。好，我们继续哦。我们继续写句型10的例句哦。那个，因为拿告老师他有在线上，所以可能刚刚拿告老师没有听到。拿告老师，如果你有时间，你帮我看那个，在就是那个通话讯息栏这边哦，7点33分的，7点33分，然后是 Alex 提供的这个句子哈。这所提供的这个句子，那个句型1这个地方，拉卡顿，拉卡顿尼卡照古拉拉兰努尼拉尼亚这样子，我不是很理解这个男士他们自己的习惯使用的方法。好，我不知道那个老师有没有听到，有听到的话，你帮我确认。
7:33的这个句子。好，我们一样继续写句型史。好，有没有句子？有没有人提供句子？好，如果可能阿高老师他可能自己也在忙吧。我再请我们线上其他的老师就帮我确认一下那个7:33所提供的句子吗？怎么了？就是7:33那个 Alex 有提供一个句子 ，Rakatnika 照布拉拉兰努尼拉尼亚，讲这个努尼拉尼亚这个可以这样用吗？布拉兰努尼拉尼亚，尼拉是他嘛？第三人称。尼拉是他，对。那尼亚是他自己，可以这样用尼亚这样子。尼拉，他自己，拉拉努尼拉尼亚这样，可以翻成尼亚是自己。对，那可以翻成他自己的路，这样可以吗？可以这样翻吗？还是说可不可以这样用？没有不，那个改造他那个翻译是，这条路是被板内走过的。在国内那个没在那国内呀，你们7:33的时候，Patalan papaat ya su ya 滑石7:33。33分的修好嘞，改版了。saya 33分。高于的。Ikapas ni高于ya kami两句。Rakaten ni kacau pura laran nunira niya，你有看到吗，老师？我没有看到哎。我贴一次给你看好，我不是很确定，你帮我做修整。这个，这个我没有看到33分的，只有32不用，跟35。老师你不用，你到最新的，我已经把它复制下来了，最新的讯息。好。Rakaten ni kacau pura laran。那个高照老师先等一下那个 Rakaten ni kacau pura laran。你个照顾了拉烂努尼亚，这个可以这样用吗？路，然后翻成他自己的路，这样。你不行，没有人这样用不行，怎么会有你啦？你呀，这样。这样子重复了呢。如果我们中翻阿美，他自己的路，你啦阿拉烂这样子。
Rakatan啊， nikacau kura. Ni nira alalan. Nira alalan，这样alalan变成在后面呢。Rakatan ni 你这个一定是对啊东翻阿美，对不对？所以有时候那个中文哈，中文有时候会很难翻成主语，像那个像他自己这个就很难翻。所以如果你要做修正，呀，这样，好，我等下改再贴上去。好。对对对，就是变成你那个阿美跟中文很难对照。はい、はい。对，やっぱ難易度がこう、谢谢。好，我来念那个打造老师的，这个是句型词哈。jika照顾tatiran agapah jika tatirangan oh jika 照顾 tatirangan agapah tatirangan 将要敌人是站立嘛，将要如果站立tatirangan 将要站立，我先用直翻哈。几个造就是是个造嘛哈，不达迪人案将要站起来的，将要站立的，阿个巴就年轻人哈，将要起立的哈，将要起立的人，啊，这边是将要起立的人亲人，好，那个赵老师他把那个中文字写反了，将要起立的年轻人是改造了，应该是这样子。好，将要起立的年轻人是改造，改照顾大敌人们，阿个巴，大敌人们将要起立。好，还有例句吗？我再回头讲一下我们上一堂课哈，我贴的那些字根，我后来不是有删掉吗？因为有一些它不是中缀的哈。有一些是中缀的字根，所以我就删掉了。那我说明一下，如果你还有你的那个讯息栏那边还有保留刚刚前一节课的那些我贴出来的第一次贴出来的那个字根哈，我来说明一下好了。我删掉的是那个6、7、8、10、11号。6是放弃嘛，跟那个6跟10，好哇跟撒哇都是放弃放手，撒哇是放手，好哇这个也是放手，这个可能也是部落使用上的不同。跟撒哇都是放手，它不是中缀。然后第7是这个，跟这个也是不是中缀，我刚刚有确认。第8结论，这个我也很少用。结论是什么意思？结论是举起来哦。
举落就好像举起来的意思。然后 sla 是什么？气息休息啊，把 sla 应该是呼吸了。sla 包括 sla 就是包括 sla，因为呼吸它也不是中缀，对，不是中缀，所以我就删掉了哈。那句型时还有没有人要写，或者是前面的句型都可以哈。好，我先来看那个 Alex 有做个修正版。巴格登尼卡照过了，你呀阿拉拉，这样可以啊。阿照要走他自己的路，巴格登尼卡照过了，你呀阿拉拉，这样是没问题的。好，谢谢 Alex。请 Alex 来念好了，你的修正句型。拉卡登尼卡照过了，你呀阿拉兰卡照要走自己的路。哦，我下面还有造句。好，请去啊。有吉达能爱阿达邦古拉罗霍恩尼卡照。有拉罗霍恩啊米祖穆伊吉达能爱啊吉达吉。改造将要敬拜的对象是上帝，要弯腰才能进入智慧的国度。好，谢谢你。好，我来念一下那个 Alex 所提供的那个句子哦。有吉达能爱阿达邦古拉罗霍恩尼卡照。拉罗霍恩它只用的是句型词哈。有吉达能爱阿达邦古拉罗霍恩尼卡照。哦，拉罗霍恩啊，米祖穆，哦拉罗霍啊，罗霍恩，拉罗霍恩，哦拉罗霍恩啊，米祖穆，吉达能爱啊，吉达吉，吉达能爱啊，吉达吉，好，要弯腰才能进入。好，那个你看哦，我先来揣摩一下刚刚 Alex 的这个句子哈。我记得能爱阿达邦古拉罗霍恩尼卡照这一句没有问题。卡照将要敬拜的是敬拜的对象是智慧的，是有智慧的上帝哦，应该要这样翻，因为你有学那个吉达能爱哈。卡照将要敬拜的对象是有智慧的上帝。然后第二句呢，布拉罗霍恩阿弥陀摩，这一句这半段就不太跟中文不太对照。我们先来看哦，米祖摩也吉达能爱阿吉达给有智慧的国度可以啊，因为这是比较现代的话嘛。吉达能爱阿吉达给有智慧的国家国度哈。米祖摩也吉达能爱阿吉达给进入有智慧的国度，这个也没问题。所以有问题的是这个乌拉罗霍恩。要的对象可以，所以在第二句可以这样讲：乌拉的侯恩古吉达能啊吉达给，这样没问题。这个智慧的国度是乌拉的侯恩啊古吉达能啊，我要弯腰的对象啊，我要敬拜的对象是这个智慧的国度，这样可以哈。然后我来看，因为 Alex 都是中翻阿美嘛哈。如果是中翻阿美的话，那个才能够，你没有写上去哈。
如果好要弯腰才能进入智慧的国度。然后tamanga 芒亚是然后好，然后然后打 ta 打 manga 或者是 manga。凯明的这个意思只是说，是要立它为什么东西吗？我不知道你，因为你这边的中文翻译会怎么翻？还我们老师，你的中文意思会是什么？利他，就是要立嘛，比如利他，这个有点像，把敌人，这个是职位了职务对不对？把敌人都把敌人都这样，那这个中文要怎么翻比较好？这个照顾把敌人跟要被立起来的年轻人是嘎造，这样可以吗？对，我没有翻，好，像刚刚还有一句老师你听听看看看对不对？这个照顾不要点名啊，包罗登的几个招，包罗登的几，对，吉拿高讲也是可以这样讲，所以他都可以是不是？都可以，两个都可以。他的身体站起来，或者是
给他一起立，个给他一个职务，这样把敌人职位，职位，哦，OK，好，谢谢老师，好，不会不会。好，我们请那个 Alex 来念一下你修正的例句。Lalu da mga ai mitsumus i jitanengai kitakit， 要弯腰才能进入智慧的国度。哎 ，Alex，马拉拉给第一次呢，罗后，应该是拉罗后拼错，我再改一次。不用拉罗后，就是直接就那个句型期，好，句型期，好，然后好，那个如果像 Alex 所写的这个例句哈，如果我们要念哈，一般都会念，因为它是祈使句嘛，然后后面有一个 en 啊，然后 n， 意思是说要弯腰，然后后面我们才讲da mga ai mitsumus jitanengai kitakit。在情境上的念法是这样，然后 n da mga ai mitsumus jitanengai kitakit。这个有去教会的哈，对这一句会比较能够理解啦。我们讲的那个智慧的国度，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是天堂。如果你没有信基督教，或者是没有去教会，可能会不理解那个是什么东西。那我这边先说一下哈，这个讲的是天国啦，因为天国上帝在那边嘛，所以它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国度啦。那这圣经讲说有智慧的国度就天堂。那怎么样进入天堂哈？就是要弯腰屈膝，就是要谦卑，然后在上帝的面前要谦卑，这样子。所以这一句是没有问题的，圣经也是这样讲。然后的mga ai mitsumus jitanengai kitakit 这样子。好，给那个 Alex 念好了，你的那个修正2。好，然后mga ai mitsumus i jitanengai kitakit， 要弯腰才能进入智慧的国度。是，像 Alex， 像你在念的时候，因为那个嘎古玛恩有没有？它中缀的话，前面就加嘎古玛恩，就是嘎鲁姆后就是要弯腰，好，嘎鲁姆后。那如果不加中缀呢，直接讲罗后恩，那它都是一样的意思哈。不过在句子的念法里面，要稍微停顿这样。罗后恩，mga ai mitsumus， 就是要稍微停顿，就是这个是祈使句嘛，先停顿一点点这样，然后再讲后面。然后da mga ai mitsumus i jitanengai kitakit， 这样吗？对。好，这样那个情境就有了，有那个情境。好，来信息。好，还有吗？那我们就往下哈。我一样啊，你们继续写，然后继续贴，我会回头讲。好，我们再进入新的这个单元哈。好，我这边写 X 型叉型哈，叉型的动词字根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前面都有讲说，要有咪型的前缀的字根，或者是妈型的前缀的字根哈。那有的是中缀的，然后你这边写的呢是它不需要加的，它就自己本身就是动词哈。那这样的这个字多不多呢？很少，就这4个，而且第三个跟第4个还很像哦，马瑞跟阿瑞。那目前我也有想到这3个哈，来啦，
逮逆就是来跟去哈，它是不需要加中缀，也不需要加前缀，它自己就是一个动词哈。就是它，我们在句子里面，它是跟我们讲，比如说吃好了哈，我刚刚讲的例子，吃叫感恩嘛，如果要变成动词呢，一定要加中缀古嘛恩，会变这样，会变这样子哦。那这个呢，逮啦，逮逆，它就不需要那个词缀的，就可以完整的去呈现它的这个动作，呈现它的意思。好，我们来看看哦。我们这边写逮啦哈，这个我全部讲完哦。那因为很多，所以你可能需要手机的话，你就自己放大。好，我先用这个逮啦去哈，这个叫无形哈，没有形的，不是咪形，不是妈形，也不是 om 形啊，就是无形的动词之根哦。逮啦，那逮啦，如果加一个前缀，有3个啊，加前缀的方式有3个，那就是嘎逮啦。嘎呆啦，就是祈使句去的意思哦。那另外一个呢，你把呆啦给谁去哦？第3个，哈利呆啦是哈利就是有很爱的意思的哦。好，我们先来看那个嘎呆啦，我们把这个嘎呆啦哈，我们一样都是使用这个祈使句来做字根哈。嘎呆啦是祈使句去的意思，要去的意思。如果加前缀呢？萨嘎呆啦哈，这样啊，我们其实哈，我们从过去一开始上课的这个模式哈，所使用的这个前缀后缀这个方式都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就可以边讲就边背了。沙加字根，萨嘎呆啦就是呆啦就是去嘛，萨嘎呆啦就是去的工具，过去的工具或方法了。那工具可能就是摩托车、脚踏车、溜冰鞋之类的哦，去的工具或方法，或者是原因，那个来了去的原因、去的工具、去的方法。那这个呢，前缀，阿卡呆啦，就是让谁去，使谁去哈。这个其实都跟我们前面所讲都一样哦，只是使用的字根不同而已。我们只是把它分出来，咪型、妈型、om 型，那现在是没有型的。好，那如果是只加后缀呢？样字根是 gadela， 加后缀的是 gadela an， 加后缀 an， 只有一个哈。gadela an 就是去的时间跟地点 ，gadela an，gadela an 时间或地点。然后第3个是有前缀有后缀哈 ，gadela 这个字根前后都加词缀哈。Zakatayla an，想要去哦。我边讲在背上。Zakatayla 就是去的工具、方法、原因哦。Zakatayla 让谁去，使谁去。Zakatayla an 去的时间或者是地点。Zakatayla an，Zakatayla an 想要去哦，想要去。那这个很好发挥了，而且可能大家都会重复。好，我先讲这个，我先看这个例句啊。好，那对了，
我们先讲句型1跟句型2好了。把它带啦哈，这是这个哈前缀哈，然后句型1就是因为我刚讲它这个是没有形无形的哈，不需要加词缀的，所以它不用讲马呆啦，也不用讲咪呆啦哈，它不用加前缀哈，直接就可以使用了。呆啦个过，台北，我要去台北。大概过比德利山，我要去学校，就这样使用哈，不用咪，不用妈。好，哎，这个我们刚刚有讲哦，带拉伊尼亚勒去部落哈，回部落，带拉伊尼亚勒，也可以讲达拉尼亚勒哈。这个达拉尼亚勒，我们部落是比较常讲这个，把这个省略了。那它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戴拉它是弹舌哈，戴拉伊尼亚勒，戴拉伊尼亚勒。不过省略这个地方副词的时候，达拉尼亚、达拉尼亚勒就变成没有弹舌哈，变成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哈，我不知道有没有老师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啊？当省略用法的时候，它又没有弹舌哈。达拉尼亚勒，或者是戴拉伊尼亚勒，戴拉个古，戴拉伊尼亚勒。好，我们来使用看看哈。好，我先来看那个讯息栏的这个例句哈。赵老师这边有提一个例句，他说：“Uni atau ko tetangisan damsau。”好，先回到这个哈，这个是句型时哈，重复字根加后面加 en 哈，tetangisan damsau。要哭求的人是这位老板。Uni atau ki 这位老板哈，Uni atau ki ko tetangisan damsau。将要哭求的人，我们加一个中文字叫将哈，将要哭的人是这位老板，将要哭求的人是这位老板。好，凯明老师都帮我修正了。Uni atau ki ko tetangisan damsau。我来问那个翠云老师哈，或者是我们线上老师，我们从这个语境来听听看哈，看看这个中文对不对？Uni atau ki ko tetangisan damsau是要哭这位老板，还是这个老板要哭？我来理解一下哈，Uni atau ki ko tetangisan damsau是这个老板是要哭的对象，还是说他自己要哭？
老师有没有？求如果说你看老师，我们对照一下对吧？PPT 号哎句型时，我弟弟古嘎嘎恩嫩就是将要吃的嘛，嘎哎嘎恩嫩。他当一阵是这个老板是吉拉布达多曼语，还是说人要对他哭？是老板要哭，还是有人要对他哭？他当一阵，当一次我觉得哈，老师这这个个不要可能也要，用哭来解释呢，呼求还哎要怎么讲啊？我觉得这个好像要有情境，对不对？哎，要有情境，对那你如果个光真的哭的解释的话，也不太对呀、他当一阵那个是形容，那个是怎么来读形容词形容词啥个过呢？啊，信息我们要慢，到结果，他当那啊哈那个慢，老师你听听看哈，如果我这样讲，我们要到结果，达多曼尼在阿当道，这样就很明确，对不对？这个老板是将要哭的人嘛？我们要到结果，达多曼尼阿当道，或者是达多曼尼阿当道，这样我用中缀的。我们要到结果，达多曼尼阿当道，就是这个老板是将要哭的人嘛？是达玛爱是，马达玛埃哈蒂尼这一句话就可以哦，将要哭的人三，是那个古尼亚到结海，是他要哭嘛？哈，达他要哭，多曼尼，对，这是那个安努党一家达当一中缀的，阵，安努达这个好当一像阵阿当绕，是别人要对他哭，对不对？马那个感觉啊，呢，有你到结果，达当一阵阿当到努到，就是这个老板是人家要对他哭的人啊，是别人要哭，对不对？应该不能这样解释呢，信息。比如说，我要在你的面前求要东西呀、我要求你的话，打当一阵阿过技术，或者是当哦，让，有没有？哎，没，那这样的话，我这样好，那老师一扫码，我给他嗨。如果还还我把句子改成这样，一还，扫码，我的当一阵，你拿到。如果你刚刚讲的，对对对，我他妈爱还嘛他妈我嘛哈，的，一还扫码，我的当一阵，你拿当真到就是你要哭，你要对我哭嘛哈，还哎，所以这个来做翻译，所以那个要哭的人是这个倒闭嘛哈，老师，还有你那慢当到。你还对对对，你要倒给倒闭，我的当还一阵，当到这这个样越讲老板，好，什么没有关系。的比较老师，我们因为有纠结的话，我们先暂停，看看好好好，待会会不会想通这样子啊？嘿嘿嘿我们，先来请学生来念你的例句好了。嘿。
还乌尼亚岛基古拉鲁木镇你嘎纽要恳求的是这位老板。嗯，好，那个学生你好像刚进来嘛哈，刚进来对不对？对，好，对，你这一句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要岛基古拉鲁木镇你嘎纽要恳求的是这个，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你很好写吗？因为我们刚刚纠结的是那个我们使用的字根是这个，我直接贴上去好了。我们使用的是这些字根中缀的，然后你的那个鲁木子，它不是中缀的，所以其实蛮好使用的。你知道那个差别吗？就是我们刚刚都是使用那个 OM 型的字根啦。哦，了解因为了解。对，因为你前面可能没有听到，所以你的提供这个句子是没有问题。你要导给古老龙我真你改造要不是改造嘎纽要恳求的是这位老板，这个完全正确，没问题。只是说我们是使用那个中缀的字根，然后刚刚的问题比较不好解释哦，就是那个党意读盲意这个问题哈，有时候我们如果光靠一个公式哦，有时候会走不通或是翻不出。明明这边可以翻译哦，可是变成党意思的时候就不好翻哦，就会这个问题。就像我写的这个例句哦，感恩努玛古古拉阿弟弟，如果要照我们自己所做出来的那个规则，那块猪肉就是又不好翻了，所以这个会比较纠结，因为感恩没有那个没有要被我吃的那种感觉，就我是把它修正叫做那块猪肉我吃了，我是对，这样比较简单。就完全正确了。感到要哭求的是这位老板，所以刚刚那个问题后面加阿当到就不行了。这个我不太会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不太会解释。要哭求的人是这位老板，这个就因为这个后面加一个阿当到这个可能要请那个凯明研究一下啊，它的差别是什么？因为像这个，如果放一个人名就没问题了，这个就很正确了。那我们也不要纠结那么多了。那个苏璇老师写的这样是没问题哈。好，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刚刚的例句哈。好，一样就是使用这4个字根哈，插形的，就是无形的动词字根，它不需要加前缀就可以拿来使用的哦。来啦，来你，马若。我去我的部落。好，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提供句子的哦。句型2我也顺便讲好了。好，句型2就是方法跟原因哈。萨嘎呆啦。好，这个哈，呆啦，我们用那个嘎呆啦当做字根哈。萨嘎呆啦阿古因尼亚罗，那么古古尼亚什么？这件事是我回去我的部落的原因哈。我的部落就是尼亚罗努马古，就是我的部落哈。Usakataira aku iniaro numaku。如果我们要念的时候是念到Usakataira aku iniaro numaku guniatlemak，这样念会比较顺哦。一直到 maku 停顿一点哈 guniatlemak 这样。这件事是我回去部落的原因哈。好，我们请 Alex 来念读你的句子。台拉吉有海伊加林过啊马萨乌波，我还回去花莲参加聚会。好，谢谢。而且我还一个人过马萨乌布，这个完全没问题哈。那刚刚凯明提供的这个句子有没问题？好，如果像凯明的这一句哈，如果是我呢，我坐在椅子上，这个就不用那个哈，前面那个格位标记就不用 maru gaku 就好了哈 ，maru gaku 比安昂啊，不用 maru jikaku 或者 maru ugaku 都不用 maru gaku。那如果人名呢 ，maru jikazao 也要用加几哈，或是哥哥呢？就不用起啊，就用咕，马路咕嘎嘎也能这样的哈。好，所以我们今天也只能练到那个句型1哈，句型2我们下次再继续。好，我们的时间已经到9点了哈，那我也不耽误各位的时间。好，那如果各位你有，好了，那个我们再等2分钟好不好？因为苏璇老师有提供一个句子哈。Taini zapanai， itai pak amislama。Taini zapanai 哈，他用扎哈，所以是复数哈。panai 他们来台北玩。Taini zapanai itai pak amislama。好，谢谢苏璇老师哈，这句是正确的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哈。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就是我们上课的问题哈，那各位多发问没关系啦。